王妃深夜砸門，我要找我老公謝霆鋒。謝霆鋒擁抱張柏芝兒子冷笑，滾出去，這裡沒你的位置。在一個月色朦朧的深夜，本該是寧靜祥和的時刻，卻被一陣激烈的砸門聲打破。那聲音如同重錘一般，一下又一下地撞擊着大門，仿佛要將門板砸穿。周圍鄰居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驚醒，紛紛探出頭來，臉上滿是驚愕與疑惑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。砸門的人正是王妃，她披頭散髮，眼神中透露出焦急與憤怒，嘴裡大聲呼喊着：我要找我老公謝霆鋒。她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裡顯得格外尖銳，仿佛要穿透這厚重的夜色。王妃的情緒顯然已經失控，她不停地用力捶打着大門，雙手因為用力而泛紅，甚至有些微微顫抖。王妃砸門背後的複雜情感與動機，愛情的執念與不安。王妃與謝霆鋒的感情歷程可謂一波三折，充滿了戲劇性。他們相識多年，分分合合，每一次的復合都備受關注。王妃對謝霆鋒的感情深厚而複雜，既有熾熱的愛意，又夾雜着深深的不安。在娛樂圈這個充滿誘惑和變數的環境裡，王妃深知感情的不穩定，她害怕失去謝霆鋒，尤其是在看到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因為孩子而產生的種種聯繫時，這種不安感愈發強烈。此次深夜砸門，或許是她內心極度不安的一種爆發。她想通過這種激烈的方式確認謝霆鋒對自己的感情，確定自己在謝霆鋒心中的位置。外界輿論的壓力，娛樂圈的輿論環境如同一個無形的枷鎖，時刻束縛着明星們的一舉一動。王妃和謝霆鋒的感情一直備受外界關注，各種傳聞和猜測層出不窮，媒體時不時地報道他們感情出現危機的消息，這讓王妃承受了巨大的壓力。她可能覺得外界的輿論已經嚴重影響了她和謝霆鋒的關係，為了打破這些謠言，證明他們的感情依然堅不可摧，她選擇了這種極端的方式，試圖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對謝霆鋒的堅定和執着。衝動與情緒失控，人在情緒激動的時候，往往容易失去理智，做出一些衝動的事情。王妃在深夜突然來到謝霆鋒的住處，或許是因為在某個瞬間，一些回憶或者外界的刺激觸發了她內心深處的情感，讓她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。她沒有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，也沒有顧及周圍人的感受，只是憑借着一股衝動，想要立刻見到謝霆鋒，向他傾訴自己的心聲。謝霆鋒的冷漠回應，背後的無奈與抉擇，複雜的家庭關係。謝霆鋒與張柏芝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並且育有2個可愛的兒子。儘管他們已經離婚，但因為孩子的原因，他們之間仍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謝霆鋒作為父親，對2個兒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和深厚的感情，而王妃的出現，讓這種複雜的家庭關係變得更加微妙。謝霆鋒需要在王妃和孩子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對王妃行為的不滿，王妃深夜砸門的行為，在謝霆鋒看來可能是不理智和不恰當的。他可能覺得王妃沒有考慮到他的處境和感受，這種激烈的方式不僅會打擾到他的生活，還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輿論關注。謝霆鋒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比較注重形象和隱私的人，王妃的行為讓他感到尷尬和無奈，因此當他看到王妃時，才會說出滾出去，這裡沒你的位置，這樣冷漠的話。
這其實是他內心不滿情緒的一種宣洩。保護孩子的心理。謝霆鋒的兩個兒子還小，他們可能無法理解大人之間複雜的感情糾葛。謝霆鋒擔心王菲的出現會給孩子帶來心理上的傷害，影響他們的成長。他希望孩子能夠在一個相對平靜和穩定的環境中生活，遠離外界的紛擾。所以，當王菲突然出現時，他本能地想要保護孩子，用冷漠的態度將王菲拒之門外，避免孩子受到不必要的驚嚇和影響。擁抱張柏芝兒子背後的情感與意圖。父愛的本能體現。儘管謝霆鋒和張柏芝已經離婚，但他對兩個兒子的愛從未減少。當他看到兒子時，本能地伸出雙手擁抱他們，這是父愛的一種自然流露。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，父親的角色至關重要。謝霆鋒深知這一點，他希望通過擁抱給予孩子溫暖和安全感，讓他們知道自己依然是被愛和被關注的。這種擁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動作，更是謝霆鋒對兒子深深的愛和責任的體現。緩和家庭氣氛。在王菲深夜砸門這一混亂的場景下，現場氣氛十分緊張和尷尬。謝霆鋒擁抱張柏芝的兒子，也有緩和家庭氣氛的意圖。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現場的氛圍變得柔和一些，減少王菲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。同時，這也是向孩子傳達一種訊息，即無論大人之間發生什麼事情，他們對孩子的愛不會改變，讓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和穩定。對外界的某種暗示。謝霆鋒的這一舉動也可能是在向外界傳達一種訊息。在娛樂圈這個複雜的環境中，明星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。謝霆鋒擁抱張柏芝的兒子，可能是在向公眾展示他作為一個父親的形象，強調他對孩子的重視和關愛。同時，這也可能是在回應王菲的行為，表明他在家庭和感情之間有着自己的抉擇和立場，不會因為王菲的衝動而改變對孩子的態度。事件引發的社會輿論風暴，媒體的瘋狂報導，這一事件迅速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，各大媒體紛紛派出記者前往現場進行報導。新聞標題鋪天蓋地，各種猜測和分析層出不窮。媒體為了吸引眼球，不惜誇大事實，將事件渲染得更加戲劇化。有的媒體報道稱王菲是因為感情破裂而情緒失控，有的則猜測謝霆鋒和張柏芝有復合的可能。這些不實的報道進一步加劇了輿論的熱度，讓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公眾的熱烈討論。公眾對這一事件也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，在社交媒體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。有人支持王菲，認為她是真性情的表現，為了愛情不顧一切；也有人批評王菲的行為過於衝動和不理智，不考慮他人的感受。對於謝霆鋒的態度，公眾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理解他的無奈和保護孩子的心理，也有人認為他過於冷漠，對王菲不夠寬容。這場討論不僅涉及到明星的感情問題，還引發了人們對愛情、家庭、責任等話題的深入思考，對明星形象的影響。這一事件對王菲和謝霆鋒的形象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王菲一直以來給人的印象是獨立、灑脫、有個性，但此次深夜砸門的行為讓她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損害。部分人認為她失去了往日的優雅和理智，謝霆鋒則因為冷漠的回應被一些人指責為無情，但也有一些人認為他在複雜的家庭關係中做出了正確的抉擇。
展現出了作為父親的責任和擔當。無論如何，這一事件都讓他們的公眾形象發生了改變，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修復。事件背後的深層思考：明星感情與公眾關注。明星的感情生活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，他們的每一個舉動都可能被放大和解讀。這種現象反映了公眾對明星生活的好奇和窺探慾，但同時也給明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。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他們有自己的感情和隱私，需要得到尊重和保護。公眾應該以更加理性和客觀的態度看待明星的感情問題，不要過度干涉和評判他們的生活。家庭與感情的平衡。對於謝霆鋒來說，如何在家庭和感情之間找到平衡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他既要維護與王菲的感情，又要承擔起作為父親的責任，照顧好兩個兒子的成長。這需要他具備高度的智慧和情商，能夠處理好各種複雜的關係和問題。在現實生活中，很多人也會面臨類似的困境。如何在家庭和感情之間做出正確的抉擇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情緒管理與衝動行為。王菲深夜砸門的行為是一個典型的衝動行為，由於情緒失控而做出了不恰當的舉動。這提醒我們，在面對感情問題和生活壓力時，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，避免因為衝動而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情。情緒管理是一項重要的生活技能，它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和困難，保持良好的心態和生活狀態。事件的結局與未來走向，當事人的和解與反思。經過這一事件的風波，王菲和謝霆鋒可能會進行深入的溝通和反思。王菲會認識到自己行為的衝動和不恰當，向謝霆鋒道歉並承諾以後會更加理智地處理感情問題。謝霆鋒也會理解王菲的不安和焦慮，給予她更多的關心和安慰。他們會共同努力修復因這一事件而受到影響的感情，重新建立起信任和默契。對孩子的影響與引導。這一事件無疑會對謝霆鋒的兩個兒子產生一定的影響。謝霆鋒和張柏芝會更加關注孩子的心理狀態，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和陪伴。他們會通過適當的方式向孩子解釋這一事件，讓孩子明白大人之間的事情與他們無關，他們依然是被愛和被保護的。同時，他們也會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，讓他們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。公眾輿論的平息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公眾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度會逐漸降低，輿論也會慢慢平息。王菲和謝霆鋒會通過自己的行動和表現，逐漸恢復公眾對他們的信任和好感。他們會更加謹慎地處理自己的感情和家庭問題，避免再次引發類似的輿論風暴。這起虛構的王菲深夜砸門事件雖然充滿了戲劇性和荒誕性，但它也讓我們看到了明星感情生活的複雜性和脆弱性，以及在面對感情和家庭問題時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。希望明星們能夠在追求愛情的同時，更好地處理好家庭關係，也希望公眾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和尊重。理解和尊重。理解和